采风这一种形式收集上来的，这称为风啊。雅呢，大雅和小雅。大雅是什么呢？诸侯去朝觐天子演奏的这一个呢乐曲，这种诗歌。小雅是天子款待诸侯用的这种诗歌。颂呢就是什么呢？国家在祭祀的时候所来奏的这一个呢诗歌。当然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但是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风雅颂号四诗它这个四诗的内容呢，它有不同的意见讲，不是风、大雅、小雅和颂，而是什么呢？而是南风雅颂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一个幻灯片把这个呢稍微内容稍微点了一下，点出来四诗最早的是出现在唐朝唐代那么一般的理解都是这样子的有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国风，对不对？雅分大雅小雅颂所以呢称为四诗。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也是很有名四诗是南风雅颂，因为他们认为风里面有一些内容不能够把它归纳为风而应该把它归为南。核心的代表是什么呢？周南、少南所以它应该来归为风。那么具体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梁启超的是四诗名义，我把它归纳了一下所谓的颂，天子之乐天子之乐，在诗经里面它的这一个篇名大概比如说这些等等那么雅呢有大雅和小雅，当然它这里也是分了那么是天子和诸侯呢朝会夜享之乐南是什么呢？和风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在这里。刚刚讲到像周南等等这些篇幅，为什么把它称为南而不称为风？主要是它是和乐的正歌，而风它是无算乐。什么叫无算乐呢？它可以反复演奏的，没有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曲。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演奏时的音乐可以是不固定的，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和这个形式去变化也可以一遍演奏完以后再来一遍所以他们就根据了他的这个演奏的方式、表演的方式以及他的这个伦理的地位，他把它分了一下，所以叫南风雅颂这里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第六个也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人谓子经满音，我教子为易经。那么这个有个易经，什么叫易经这里的时候呢，我的理解易经是整套的经典并不是指的仅仅就是这个三字经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不是？辛苦遭逢起易经，对不对？有易经吧
干戈寥落四周星。那么辛苦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自己以及朝代所面临的这一个是吧？所历经的这一个坎坷，是不是？辛苦包括自己读书的时候怎么样的这个怎么样的这个艰苦所以呢，这是辛苦遭逢，也就是碰到当时的那种场景起一惊，也就是正常的语序应该是一惊起，起于。这句话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呢，把它翻译过来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我因为精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典籍，然后呢，幸运历经千辛万苦呢，幸运的被国家来选中就是当了官的意思当了官的意思。但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易经我感觉呢，应该不仅仅只是三字经应该是有关于儒家的一个整套的这个经典整套的经典。好这是我对易经的理解，当然对不对欢迎大家批评好这是第4个方面第5个方面，教学建议第一个教学方法，这里我们刘老师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很多了，对不对？并且非常的活跃活泼大家我相信也是非常的受益什么诵读法、指读法、开火车法、吟唱法很多，对不对？其实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越活越好，但是一个核心不能够偏离它的主旨，不能仅仅是为了因为要去为了娱乐而娱乐，它的这个中心不能偏离，对不对？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沦为一种娱乐性的这一种东西不去突出我们经典它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意义，那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所以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教育的方法，本来这里有视频的我就不放了第2个生活化，生活化呢，也就是呢要把这个经典要具体要落实到这个孩子他的这个生活过程中比如说三字经里面对我们这个孝悌他的这些道